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讲到这一次的选举，有一个现象叫做瓜文特现象。有人讲这是少年人咧主导着这场的选举，敢是安尼？我是少年，我是无爱政党斗争的少年，我是有科学理性务实的少年，所以爱做什么代志，要来争取我这种少年。咱小等来讲看卖。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自由作家謝達文。各位鄉親時代，各位安安，各位好。那麼第二位，那麼是台灣民眾黨的支持者洪柯文。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在新北市吳興里的里長郭書成。大家好，我是郭書成。那麼第三位是號稱是斜槓青年林德基。大家好，晚安。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講，到底這個議題是要對倒開始看起呢？這擺投票的這個影響啦，有雜誌公布2024亞洲青壯年價值觀的調查，發現講台灣18歲到45歲的青壯年，面對着未來10年，8成的人煩惱厝價太懸，有6成煩惱是薪水太低。那麼財信傳媒的這個董事長謝金河伊就表示，未來執政者頭一個課題就是相關的房價。2024大選煞過，真濟人觀察，這是一場無人輸嘛無人贏的選舉。但是選舉結果，少年選票的傾向受到各政黨的關心，嘛是檢討的關鍵。有專家認為，執政黨欠溝通，少年選票流對民眾黨。那民眾黨主席郭文特是認為，票數甲民調無同，是因為少年支持者較濟，投票率低。毋過實際上，一份針對台灣、中國、香港、馬來西亞甲新加坡18歲到45歲青壯年所做的價值觀調查結果發現，台灣少年人佇參與公共議題頂面表現上積極。台灣亞洲應該算名列前茅的民主自由的國家嘛，所以民眾還有社會氛圍都很開放自由，所以大家關心投入公共事務或從事社會活動，當然是比較容易。調查結果也顯示，台灣青壯年對未來10年來可能會遇到的難題，有84.1%的青壯年煩惱房價傷懸，62.3%煩惱月給傷低，攏較懸其他4個所在。是政府也打房打了好幾次，可是還是一個節節攀升的一個狀況下。那在這個部分啊，其實青年應該都非常的期待，我們將來的國家領導人能夠在這個部分哈多點力氣來解決他們的問題。土地為什麼漲到現在都沒有停下來？因為我們在土地的課稅問題非常大，我們一直遵守國父的平均地權條例，他按照公告現值課稅，不是按照市價。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表示，這回人民的選擇，讓台灣在已經定好的道路上繼續向前行。但是這回立委是處無過半，也提醒執政黨過去有一寡問題確實無處理好。頭一個就是少年人關心的關房價的問題，伊也提醒少年選票轉移導引扮演重要角色，台灣到即馬也是無法度處理。伊認為未來執政者愛閣較有智慧化解爭議，才會當創造新局。記者綜合報道。咱頭仔看到這新聞大當中吼，內面他講到這青壯年啊，上關心的吼，啊，閣有我整理吼，這個天下雜誌吼。差不多是15000份的調查內面講啊，少年人上注意就是經濟發展，那麼貧富的差距，啊，甲兩岸的關係、國家安全、政治惡鬥，吼，這是上關注的，應該是經濟。那麼，咱用上簡單的問題先來問4位吼，一輪啊，咱來問吼，有人講哦，這擺吼三黨無輸無贏啦，你一人贏一項，一人輸一項啊，就是講吼。但是我的問題是，那既然那麼這民進黨8黨做了無好，啊，就規氣就會落來啊，吼，就規氣要落來是安怎做無好，
啊，佫会当赢到总统，啊，而且国会嘛选无好哦，吼啊，这到底是啥物原因？恁家己，恁四个家己安怎看讲？这上后尾这个三党安怎铺排？恁家己安怎解说？好，因为我负责是写报道的人啦，所以我遮首先吼，对于这个总统，对于蔡英文政府执政，敢是好还是歹？这个其实民调吼，咱大概是一半，大概一半吼，45%咱12个的民调吼，45%认为蔡英文的政府伊是满意，49%无满意。所以其实台湾你咱虽然当然有的人会讲吼，民进党蔡英文政府做了无好，但是嘛是有大概一半的人认为做了好。实际上这是一个大家的看法差别真大的一个题目。所以讲造成目前安尼的结果，这种选举的结果，其实是会当安尼来看待，安尼来了解。吼啊，更加深来讲，尤其是读多咱讲到这个新闻大有讲到少年辈啊，读多主持人讲到这个房价、厝价的问题，其实吼。我会认为是安尼啦，吼，这点咱少年辈咱这演的吼，其实会当分做两阵的选民啦。一阵吼是到甲上班到甲2020年，上班到甲2020年，包含着因为对蔡英文的执政的路线的认同，包含对于两化中国，包含对于这个同性婚姻，迄当阵2019年是重要的问题。这阵人是真正有认同民进党的，才是有一阵。搁有另外一阵，迄当阵2020年到2020年，拢无真正认同民进党，但是因为着香港的迄个问题，啊，因为韩国瑜互真侪少年家感觉讲，即种人嘛会当选总统，所以即种危机之下，少票，我点一篇报道，我讲是票少互民进党，所以你甲看，到2022年。遮个人真济，就无出来投票，互拿的也是立个县市长的候选人，吼，有可能无投票，有可能伊的县市。伊迄阵少的票，即摆找着一组。对，有通好有一个出口啊，信道的一组，有一个信，伊通好信道的。但是拄好吊伫半空中。对，意思是安尼。就是安尼讲，无毋对。哦，所以这安尼，我先停一下吼，我来问这个柯英吼，柯英，你本身吼，你家己感觉的，这三党的这选举最后的结果？你家己感觉？你安怎解说？像伊头来讲的是，本队就是少你民进党的，你民进党就无法做票啦。我只是少你啦。即摆阮摕到这组吼，我甲一票摕转来，是安尼吗？我家己感觉讲，伊即个民意有哪是流动的一个状态，所以讲踮伫咧总统即个局是安怎？台湾民众党会拍了较无好，是因为讲伫咧过去到即马人民有哪是感觉讲一个总统爱有一个总统的结，所以讲因有一个既定的印象，希望讲总统是要安怎，安尼较符合人民的迄落印象，也毋过踮伫咧立委即届的选举是安怎讲？民进党无过半，我家己的解读是，我感觉即个格局有哪是豆豆咧开始松动啊，所以讲民意的基础慢慢啊为总统顶悬去杀，有哪是有一天会总统会当去改变。哦，这个局势。你认为对立委的即个选情的变化？你感觉总有一天，即用华语来讲，有风一定会成功，是毋是安尼？我感觉是慢慢的改变。但是我留一个问题吼，你去想，你想安怎回答我吼？这一次国民党所选调的真侪地方型的即立法委员，伊本身涉及了伊二代，吼，伊是伊的四大人，甚至伊的阿公因迄代有的是。我讲白罗马出身的，乌金出身的，甚至现主席啊，佫是的，嘛是多较多，上无我会当记出超过5、6位啦吼。那么，即寡人会选调，到底是虾米原因？就咱留互你来回答，吼。你想看觅？啊，我即摆佫顺序啊，咱问咱李长吼，李长，你家己安怎解读讲？即三党啊，有人，咱其实吼，头拄仔柯文讲，其实是民众党选无好，但是有人感觉民众党选得真好哦，吼！啊，你安怎看？我感觉讲过去8年内底，其实有真侪所在，其实民众是肯定民进党政府做的。譬如讲经济，咱经济
算讲20年上好，因为咱的股市、啥物 GDP 拢袂歹。啊，国防就是咱这国建国造迄寡，其实大家拢会认同。就算讲是柯文哲，就伊嘛是讲伊肯定咧国建国造。但是那像这个民众党的少年人会感觉讲，啊，我的生活无好，恁咧好拢是好伫拢迄个高科技的啊，我做服务业的，我咧做迄个手摇饮的，我咧上 Uber， 我都趁无食。我感觉这就是内政的问题，就是我感觉即马台湾其实世代不正义的这个状况其实最严重的。但是我感觉过去4年。民进党有在努力在做这件代志，但是算讲做了无好无够，因为我感觉少年人也是无法度肯定讲，譬如讲房价，真正是大家就算讲是我即马30岁啊，我嘛感觉讲足痛苦的，所以这寡痛苦甲这寡辛苦的所在，我感觉迄是真实存在的这个状况，所以因为这寡。算讲无做了无好的所在，这一来一去挽袂转来。对，就是有独蓝票，有独蓝票了对啊。独蓝票。啊，但是若像头仔迄个答文哦讲的讲，我无喏，我是只是迄阵时吼，因为反送中吼香港的代志，我票先借你民进党，我即摆甲你回收起来。我感觉台湾的选举真趣味，就是大家会选一个较无讨厌的迄个，就是。顶回选举的时阵，韩国瑜在出来选嘛，大家感觉哇，这个人伤悍嘛，所以大家袂投互伊，感觉伊足讨厌的。但是即届就是讲，因为内政问题，大家真正是相对的，就是讲侯友宜甲柯文哲，毋是讲像韩国瑜遮尔啊悍的人，所以迄个独蓝票就走去就被投互迄个民进党安尼。安尼哦，答记你安怎看？阮自淡水变要路人进前，甲马英九要路人进前的民调来看吼，其实一般做了8年的总统，无一个人是呈现一个哦，你这个政党有法度继续做的，这个趋势。啊，毋过蔡英文较无共款，就那拄仔答文讲的，伊甲路人进前的民调差不多有有45%，迄就是基本上迄民进党的基本盘拢摇伫咧。所以即届选举较特别的是讲，其实南北两党迄阵啊，伫讲要合的时阵，我感觉是安尼，咱的人民无一个真正最需要政党轮替的动机。虽然大家心态是想讲，政党轮替较好，安尼阮会使有一个民主的精神，会使换人做看卖，安尼可能较袂贪污还是啥的。不过伫南北合的即个状况来看，其实因无法度促成一个真正的合作，是因为看袂到谁真正较强，嘛看袂到人民虽然想要政党轮替，不过民进党的支持度要伤悬，所以因两个安怎看，要合无爱合，拢无一定会赢。所以你这真专业啦吼，但我需要你少年人的观察，你来看讲，这个票是安怎对就是这个郭文哲。其实是你感觉，你本身感觉，伊算做选好啊，选歹？选真好啊，这安尼是真好的呢。安尼是真好吼。对啊。这我就晓得，你要来问柯因讲，郭文哲选无好吼，你感觉伊选无好嘛吼？袂啦，我拄仔意思是讲，点一摆，无法度，要安怎讲？选总统。嘿，无法度选了总统。阮那是可惜，也毋过阮阁有足侪改变的时间，会使豆仔来为地方开始。对开始吼。刷来吼，我爱向观众朋友来说明，这4位吼，这内面年岁上侪应该是。哇，我31岁。31岁吼，那算年岁你是2000年出世，吼。我到1992年。1992嘛吼，都90后啦吼，90后啦吼。答问呢？96。你96？嘿。柯因呢？2000年。2000哦，就答记呢？99嘛吼，拢差不多这10年之间吼。其实吼，这4位应该是在民进党执政的这头8年之间，应该还阁
迄阵是还佫懵懵渺渺吧，对吼，开始有这政治意识了吼，我来问讲，迄阵时会触发讲，哦，这政治人物，我有介意，还是无介意？迄个点伫倒位啊？因为真侪人吼，开始拢咧检讨啊，你民进党拢无迄个少年票，啊，就爱用经营 IG 啦，吼，你咧看迄个非时不可吼，就非时不可啦，你就要看 IG 啦，啊，无你即摆就爱看册啦。吼，无你无错，你就无错啦，吼。敢是这形式的问题？答问你感觉？就是等于两个问题嘛。第一是关于我家己政治的这个过程，对无？我家己是较早，我是国中1年的时阵，08年啊，08年迄当阵就是单纯临海协会吼来到台湾，来到台湾迄当阵真惊人的一个代志是讲踮迄个银山踮迄个饭店，结果边警察甲迄个抗争者拍甲。迄个老岁老天嘿，过来个是迄个中华民国国旗迄当阵讲是中华民国外重要，收起来，甚至是弹掉，所以迄当阵就真冲突，就感觉讲因为譬如讲06年看到阿扁迄当阵的代志，是讲民主政治就是安尼抗争啥有诶无诶，结果竟然会有即种代志，所以互我开始感觉讲，是毋是譬如讲民主的问题、权力、法律的问题，这是爱去了解，所以08年对我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开始。你迄阵是国一，嘿，敢有去问恁是大人？嘿对，迄当阵有，但是迄当阵因为阮爸爸妈妈因是较烈的立场啦但是迄当阵阿扁的代志，互因足伤心的啦，所以较无啥爱插政治啦，所以等于因嘛是鼓励就讲因嘛无迄种背景，讲无你去图书馆借书家己来看，所以等于是迄位当阵，迄当阵开始安尼。OK，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到底这个民进党人咧讲，民进党失去了少年票，是因为政策铺排甲无好？还是讲即个形式的经营，无咧注重。当然这即可能两项代志是共一项代志，也有可能是分开啦。你安怎看？好，这两项拢真正问啊真重要，但是我感觉有第三项中间，就是你爱安怎讲一个故事，你有你的政策，你有你的舞台，譬如讲，头拄讲 IG Threads， 迄是一个舞台，你一个和选民讲话的方式、交流的方式。但是你到底爱交流啥？你一个政策，你遮起一个桥，遐起一个铁基路，你遮起一个工厂，迄是一个真要安怎讲，伊毋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你要安怎含？譬如讲，少年人讲，阮真正有咧拍拼，这个代志虽然佫真困难，但是这条路是正确的。这条路、这个政策、这个原则类是正确的方向。其他的政党所提出的，这是倒翻头，是无好的方向。你要有这种故事。所以你认为民进党无甲故事讲得好？我感觉讲，到上尾啊。迄个所谓选对的人走对的路，到迄当阵开始有较具体的来讲到底倒位做了好，开始淡薄仔有开始的，尤其是这几年的期间，其实我认为，甚至是我身躯边较支持民进党的朋友，拢无一定会当甲即个民进党的传达的故事会当讲好详细，讲好清楚。这柯因你安怎看呢？阿伯敢有甲故事讲得清楚？当然，伫咧。民进党即定的即几档起来讲，因伫咧国际舞台上，阮有搁较侪国家去看到阮的表现，也是阮对民主的重视。也毋过踮伫咧国家内政顶悬上，因为过去即几年来，因的国会全面执政，发生足侪亲像弊案。也阁有真侪缺电、缺工，即块的问题，无去解决。什么做弊的弊案？有啥物弊案你当举例？亲像讲台南光电案，也阁有一路促转会一路这个国会立院的人事同意权上，这个蔡英文总统的。光电案吼，我来问你，光电案这项代志，你听？你有听到什么故事，讲甲执政党有关？除了即寡代志，就是其实讲，无，我是讲光电案啦。这88层，你讲的迄88层嘛，是毋是？伫咧即个黄国昌立委伊咧记者会顶悬，其实拢有讲足侪代志，也毋过台湾民众党伊的局限就是伫咧讲，因为
踮媒体即个所在，因无法度有足好的表达方式。当然，即马是好机会呢，互你讲个清楚啊。当然，因是你即马甲即个故事讲，大家听看卖，互大家会当公断啦。因为阮听到的故事，无一定是你听到的故事嘛。达文听到的，甲即个书生听到的嘛，无一定共款啦。听起来参考一下，因为我听到的故事讲，龚典安的主导者，迄是国民党出身的嘛，是毋是？啊，内底迄个故事是啥物？你听到的是啥物？的版本？我对即件代志较无了解，也毋过我对伊落人事同意权，参像咱即马民众党的立委，踮伫咧发表即个国会听证，推广即个国会听证的这个制度，还佫有伊落利益回避相关的议题，就是因为讲伫咧过去民进党甲国民党，因伫咧选举的时阵，其实拢有提出相关的国会改革，也毋过拢无真正去实现，那安尼煞来发生一个养猪圈即个问题，啊，佫有处长会伊落人事同意权足紧着去互人抹掉，这拢是咱希望看到爱改变，会改变。啊，这就真具体咯吼。啊，苏成你安怎看？我感觉讲，当然民进党的就是个技术，譬如讲用 YouTube、用 IG、用tweet即款物件，当然爱提升。但是我感觉，咱内政，咱咧讲优先顺序啦，优先顺序伫过去4年内底，我感觉青年问题，定足侪时阵，毋是像执政党的优先，嘿。所以我感觉第一是咱这个优先顺序，第一即届选举了后，爱去注意讲，咱是毋是佫较重要的代志要去做，啊，民众才会看到这个改变。啊，另外就是讲，咱对少年人可能爱较侪聆听的方式，毋是讲去指导讲少年人要安怎做。你也有感觉讲，过去的执政党定定咧教咱少年人讲，你着来做 A， 来做 B， 做 C， 做 D。应该讲，咱过去是定定听讲啥物少年人无拍拼，所以譬如讲缺工，啊少年人无要做这做迄，但是足侪时阵，这个问题其实是真正是薪水伤低啊，因为即摆啥物物件拢在起嘛，啊薪水无在起，啊你无可能照以前的薪水的方式去互即摆的少年仔嘛，所以我感觉讲，对少年仔来讲，真正是迄个不平衡感真重。迄相对剥夺的感觉真重。相对剥夺。吼，啊，达金你感觉咧？其实我嘛同意，即摆执政党除了较袂晓用空政以外，其实这8年来可能较亲像分配的问题，嘛真正是因较需要面对的。无一定是讲，迄嘛是甲环境的变化有关系。毋过就是确实讲，即个青年的，像拄仔里长讲的，迄底薪的问题，房价的问题，还是遮哩扣扣的。你家己亲身的感受咧？你有感觉？你感觉你一个月拢趁无够食？无甲趁无够食，啊，毋过若是厝价是真正买袂起啦。买袂起。嘿，毋过佫有讲，其实咱政府嘛会讲，咱即摆台湾有可能全世界前几名有钱的国家，也是讲咱的经济发展了做好。好袂到你。对，毋过敢是大家拢有分享到遮个结果，所以这就是有一寡人可能足侪少年人会感觉讲，那会政府你讲的，甲我感受到的较无共款。所以伫即种状况下，我感觉迄选票就会开始流失，对，这是一种感觉吼。对，这是自然的你家己安尼想嘛？嘿。但是你有因为安那，你有因为即种感觉改变你的投票行为无？其实是无，其实是无吼。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吼。所以咱才来问你吼，我一摆统一来问啦吼。刷来咱来看这个图表吼，这是咱对吼。这个《晚期杂志》所提出来的整理吼，顶头讲亚洲青壮年吼，看未来现实的问题啦。在中国，67.8%的人吼有感觉这个学用
落差啦，学用落差吼，这阿伯定定咧讲啦，吼，讲好教的吼，甲我后来未来要迄个市场要甲我用的无共款啦。这中国是67.8%，香港是68.3%，马来西亚58.1%，新加坡61.8%，台湾是50%，吼。都我是咧讲相对哦，毋是讲无严重哦，吼，即个天开来看，房价上悬，吼，第一悬台湾84.1，吼，啊新加坡是70.9，啊马来西亚70.8，香港64.9，但是我感觉香港应该是出个真贵啊，第二啊吼，伊比咱较俗的讲啊，还是讲。可能其他的问题更严重，所以无排到头前吼，这我唔知。啊，价薪咱来看吼，中国55.8%，啊，这个香港50.4%，啊，马来西亚第4名，新加坡第5名，咱是第2名，62.3%，哦，这3%。啊，欠缺父母的支持，啊，这不在咱今仔讨论的吼内面吼，咱来微调吼，工作机会去互 AI 取代。咱是排第4坎，吼，国际视野不足，咱是排第5，吼。但是咱来看头前吼，因为咱头下所看的就是青少年朋青年朋友、青壮年朋友所看的就是经济问题。但是我咧指出的是讲，这个唔拿台湾的问题呢。这可能看起来，这唔拿是亚洲的问题哦。这可能啊，其他的国家嘛有相对。吼，只是经济轻重的问题哦。我要指出的是讲，咱在过去30-40年的这个全球化过程当中，咱的产业不断的移出，吼，中间的这个产业吼，为了移去这个东南亚，有的移去中国，安怎这个刷叮当？所以整个产业结构当中，少年人出业可能会产生了种学用落差。啊，找无制作业的人口，啊，头家人找无新路，新路找无头家，吼，这种摩擦性的失业真济啊。这种恁安怎解脱？我的意思毋是咧替执政党来开脱，因为这个物件对阿扁啊时代就开始啊，这毋是即马才有的代志，只是即马特别去用凸显，因为出现了一个阿伯，吼。就听到咱少年人的声音，吼！啊，你要安怎解脱这个代志？啊，阿伯对着少年人，吼，这个政策敢有啥物特殊的所在？咱4个人来请。头拄主持人讲啊真好吼，就是迄个全球化，全球化当然是一个真重要的背景，真重要的条件。但是咱讲实在，全世界拢无那么咧全球化，所以你其实每一个国家，包含着咱遮所看到的国家，伊的政策来。要安怎处理遮的问题，要安怎处理遮的挑战，吼，即个处理的方式是无共的。啊，咱台湾特殊伫倒位，我甲主持人和各位观众朋友小报告一下。我讲3个数字，吼。第一，台湾其实咱的国家虽然咱讲什么中华民国万万岁，但是其实无影。台湾的 GDP 趁100块内面，吼，咱国家生产100块内面，国家政府抽18块尔。OECD 大部的中间是32块。吼，啊！你甚至你讲美国，你讲迄个北欧的国家超过40%、50%，啊，甚至美国拢有到20几%。台湾政府细个做成啥？所以，比如讲厝价的问题，厝价的问题，大家拢讲是社会主体一定爱起，但是社会主体加上其他的社会福利。加起来，因为咱100块政府就抽18块尔，你是爱叫伊偌济钱开伫咧顶悬，所以社会福利，咱台湾咱台湾生产100块内面，政府是开11块点社会福利点福利顶悬，包含社会主体，包含着其他的补贴。全世界一般来讲 ，OECD 20几%，甚至即个包含着咱一般讲较小政府的美国嘛有到20%，所以即个咱台湾其实咱主持人头拄仔讲的为阿扁为哪的力的白，咱其实拢共款。你要处理即个代志，你有可能有一个可能会解决的方式，是你爱增加你国家税收的税收含伊的能力，含伊会当开的钱，但是。这就等于是一个你就要含你的人民交代嘛，税金可能会增加，这咱大家有要做，无要做。啊，
共款的一个问题，读拄仔讲到学用，读拄仔讲到即个，其实吼，咱台湾吼，所谓的学用即个问题，因为即拄好是我较早研究的题目啦，吼。其实踮现主时的即个时代，你较无可能讲大部分的人，毋是讲哦，我15岁学一个技术啊，踮即个生产线，踮即个工业，吼，学即个即个定数啊，就会当趁一世人，较无安尼啊，所以。咱新时代，爱像特技安尼斜杠，系爱斜杠，所以迄是啥？迄后壁就譬如讲，你是读书的，你是即个用数字的能力，吼，譬如讲你用电脑的能力，即种是咱所谓一般性的能力，啊，这是爱透过，所以你讲即个学用的落差确实是有，所以你为教育的角度来想，你的想法并毋是讲啊，所以大家19岁就去学技术。吼，安尼颠倒会歹，因为你毋知影10年了后经济安怎变化，产业安怎变化。所以重点是讲，你踮学校内面，你爱加强学生的素养，你爱加强学生会当独立来解决问题，啊，互伊训练一个解决问题的即个伊的技巧和伊的经验，这是同要紧的代志。所以你咧替执政党也好，凡是有志要来。治理这国家的人来想讲啊，咧教育物件对着素养爱加强。嘿，对着素养爱加强，这应该是不分政党应该有这个想法。然后爱增加税收，爱甲人民沟通。这可能就是爱，譬如讲，咱可能就无共政党有无共的方案啊。一个政党讲，咱毋免免加收税金，啊，就安尼就好。啊，另外一个政党讲，为着要起社会主体，我要增加税金，大家选民来做选择嘛，大家选民来做选择。但是咱是应该爱有通好有这个辩论，嘿，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刷来我来请教着柯英吼，柯英你感觉不管是阿伯也好，还是其他党吼，所提出来这个青年政策，敢有根据着这么针对着这个物件来做解决的方案？我对郭文哲的政治政策较了解，所以讲伊踮咧即个社会住宅顶悬，阮会使知影讲，伊过去伫咧台北市执政这8年，伊的执行力的展现。啊，阮遮是伊踮伫咧社会住宅有大力起、大力改、大力补，啊，踮伫咧即个改变的所在，伊提出的方式是讲，过往拢是地方甲迄落建商踮咧合作来去规划即个计划，也毋过伊感觉着即个阮仔是爱因应市场的机制，为中央开始来做一个较统一的标准，安尼会使佫互即个市场的机制佫较公开透明。相对你有了解中央的政策做了啥物吗？特别是踮伫咧课税顶悬，就是讲拄伊个影片当中嘛是有提过。那是地价税吼。地价税，也我是讲社会主体。课税即件代志，就踮伫咧房价即顶悬，咱也是还是阮爱针对空屋，啊，佮有多屋，阮则是囤屋，顶悬来去做规划。管啦，我头仔讲的，你讲社会主体相对，你感觉中央做了无好？是毋是？也毋过伊互少年人无感觉，阮仔是无所我意思是讲，你讲有了解讲中央做了啥物社会主体的即个努力计划，你比评估讲啊，你这做了歹。阮仔是有补贴。有补贴互少年人，也毋过，就伫咧底薪的即个基础之下，阮仔是趁的钱几乎拢是去纳互房东，所以讲，所以迄是关于着你房厝价还是税厝伤，你要开足侪钱嘛吼。我头仔讲的是社会主体啦，社会主体有起，啊中央嘛有咧起嘛。对。啊，中央会起了啥物情形？你敢有理解？伫咧执行力，蔡英文总统伊讲的即落数字顶悬，有一半以上拢是郭文哲来合作斗起的。这咱小等会当摕这个相关的数字互你看卖，好无？那头拄仔你讲的的确是少年人连细厝，伊就感觉，你互我5000块的补贴，我就无一定会当。有这材料通好税出，对不对？你他意思是安尼嘛？那么到底应该按怎具体来解决这个
细厝连细厝我都无法度的即个情形，事情恁敢有啥物想法？我感觉讲，民众即个租金的补贴是一个真好的政策，但是其实拄即个政策，你做里长你就上知啊，吼。但是这个政策拄出来的时阵啊，足侪就是即个少年啊，其实看会到即个政策，但是摕袂到，因为譬如讲你的厝头家讲我要互你补贴，我要互你申请即个物件，还是迄落你若要申请即个补贴，我就要甲你起厝税。所以讲，其实一开始的即个租金补贴的即个政策，其实我老实讲是，足侪人是看就反弹啦，就是即个政策是要互少年仔满意的，结果颠倒造成少年仔更较痛苦。另外一方面是，我感觉，譬如讲拄则讲的社会住宅即个物件，社会住宅确实是中央甲市政府爱合作，才有法度起好成有法度顺利起起来代志。所以感觉讲就是，譬如讲民众党在讲的，这拢是也袂政治，我感觉较无公平啊。你也有认知讲，即个社会主体其实是中央甲即个地方政府应该通力合作。是。事实是啥物？咱确定我会当摕物件互恁看吼。但是我即摆煞来，我问即个特技吼，特技你感觉讲，到底是执政党对着青年的即个议题吼，拢是到了选举进前才来用补贴的，才来做讲的，无是做了无好，还是讲无甲故事讲个清楚，是倒一种？故事讲无清楚是一个啦，毋过佫有一寡代志，迄毋是一时半刻有法度解决的。像拄仔迄个讲税厝的问题吼，迄租屋补贴来看会到，食袂到，一个就是因为迄个房东伊家己会惊，伊家己伊做出去了，伊互你租屋补贴，安尼伊会互政府查着，伊啲税厝互别人，安尼对伊的税金应该会有影响。所以即摆嘛有人咧推测讲，迄租屋市场透明化嘛是最重要的代志。所以毋过伫租屋市场透明化进前，其实即种政策敢若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暂时的方法。无就是讲可能你甲这补贴补落，安尼你这个补贴入去这个自由的市场内底，可能会影响到迄个房东伊家己想要税厝的迄个计数，所以嘛有可能变做讲尾啊伊是颠倒嘛无真正补贴到，因为这个市场的计数已经互影响到。起来。嘿对，所以其实。你认为解方是啥物？解方可能就是像我拄仔讲，迄租屋市场透明化，迄就是爱有办法做啊。毋过因为我嘛毋是专业的吼，所以我嘛毋知。咱在节目也讨论过啦。第一咯，要爱有厝头吼，爱认真讲要来报讲我有咧税厝。第一租金吼，那过去你有咧税厝的，我拢在大写。我甲你大写。大家吼好法来课征，但是课征的时阵吼，毋是含伫你综合税内面，我另外吼用一个税率吼来你课较少，但是我会当互你每一个人拢会当知影讲，我即个厝价、房厝价、咧税厝的即个起草是安怎？哦，这真侪专业的即个组织吼，拢提出建议啦。我毋知伊这平赢还是哪赢吼，还是定赢，我看无。即摆老实讲，这三样拢无关于到即个厝税政策，所以无怪大家拢感觉讲，哪会找无少年人？吼，但是哦，我还佫一个问题要请教四位吼，就是讲，真侪人，尤其吼，即个有一个断层啦。比如讲，恁家己厝内的人，敢有甲你政治支持的即个态度无共款的人，应该是拢有。我相信拢有。那么恁第一吼，恁如何？对台讲，我甲伊支持无共款，我就反正伊爸爸我就莫甲伊吐，无咯，伊妈妈我就甲伊吐，吼，有即种，但是因为未来这4档，甚至未来8档，我相信即个问题会搁较出现。我无认为讲叫做问题啦，即个现象
会搁较出现。那么如何爱来对？因为每一个时代，我嘛少年过，哦，虽然我即马就要60啊，哦，我嘛少年过，阮少年时嘛甲爸爸讲袂春车，哦，啊嘛是安尼，有当时该吐一个，有当时吐一个就走，哦，啊安怎？到底咱应该恁家己去设想哦，爬当了哦，恁嘛毋是少年人，吼，恁嘛毋是少年人，恁到时阵要安怎来甲少年人讲恁家己的故事？吼，因为吼有的人吼像嫌我老啊一个嫌，见讲过去，吼，啊这到底是安怎？要安怎保持一个态度？来甲少年人讲一个故事。哦，我个人，我的立场可能和主持人我也可能差不多啦，就是我无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机会，因为等于政治的讨论，政治的讨论当然可能有冲突，当然可能咱平常时啊，譬如讲谈恋爱啊是啥，有诶讲话就会要来食暗顿，食暗顿就会冤家啊，对无？所以本来稳定人和人之间，你咧讨论啥，本来就有可能会有冲突。但是咱会当透过这个机会，会当讨论讨论无一定是要改变你的立场，但是我讨论的过程当中，我去了解到知影讲有和我想法无共的人，因无一定是空坎的，因无一定是这个拢白痴就对啦，因可能有因的想法。你认为柯粉是毋是白痴？毋是。但是倒翻头来另外一方面，我家己的立场，我本来可能就是原本我家己的想法，但是我讲的过程中，我会讲了搁较清楚。人可能会问我讲，你的证据伫倒位？我会搁去找资料。虽然有可能到尾两个人的立场拢无改变，但是这对咱的民主、对咱的政治、对咱甲政策讲了搁较详细，这是有帮助的。但是迄是算做你有这个兴趣，有的人就是选举迄3天才开始咧讲这候选人是啥人。对啊，所以我会认为就是讲。等于这2档、这3档、这4档，咱譬如讲我家己踮媒体，也是讲譬如讲踮公民社会、公民团体，包含政治人物，有这个责任，含有这个当拍拼的方向，等于是讲会当来造成，会当来帮助更加造成一个风气，更加深的讨论会当出现，更加咱讲老实的讨论，更加这个精心诚意的讨论会当出现。我认为这是对咱的社会是有帮助的。这届所看到真侪人可能原本对政治、对政党的政治是无了解，也是无兴趣，伊可能因为这届的选举开始有兴趣，开始譬如讲对主体的政策、对能源的政策，伊开始有一寡想法，这是伊的第一个版本嘛，对无？伊过来去讨论，伊可能会去改变，也是讲有可能甲伊的立场讲了搁较详细，讲了搁较清楚，这对咱的公民的意识的深化，我认为是真有帮助。你真正向咧看待哦。我是较乐观的一个人，乐观派啦。你安怎看呢？这如何对待这个少年人？甲恁无共款的意见哦，你因为你也有可能变慢慢变老啊，你安怎想？我无想过。你吐大气啊！未来的代志也未想过，也毋过伫咧这过程当中，其实我的爸爸妈妈因的政党支持拢是无共款的颜色，所以讲其实即个当中就亲像拄仔讲的。伫咧即个讨论的过程，其实我嘛有当时会使理解讲，原来过去虾米款的政策是爸爸妈妈就有感的，阮则是讲，可能因为讲毋着虾米代志，是我伫咧即个同温层内底所无法度去看到的代志。你会当举一个例讲，有影呢？爸爸讲的迄，我在阮即言的拢无想到过。就亲像一开始提到的，就是讲，即个总统伫咧国际的舞台顶悬，伊的表现是有那是真好，阁有发予人民的补贴，有当时其实是用即个贸易的顺差来去发予人民，就是当然是讲我较无确定讲是啥物款的来源，也毋过伫咧即件代志顶悬，我感觉着讲即个政策方向。你讲的是迄6000块吗？
应该是6000块。还是讲政策上的这补贴，你讲的是倒一项？因为这方面是爸爸伫咧说服我的过程，所以讲我其实无足详细去问伊，也毋过有去互伊说服。你等于问我清楚，你等于问我清楚，爱甲你爱像这答文共款，讲你甲我讲无清楚，你要搁讲清楚，嘿，才有通说服我哦。哦，来，这事情，恁安怎看？尤其你做30岁里长吼，你看到迄时代。50-60岁，你安怎甲说服讲？这个政策是好的，恁就爱来。啊，无咧少年人讲，你要来申请，你安怎面对伊？我相信你这做迄个三都位置的这个角色，搁较强烈啊。我感觉第一点上重要就是对等，就是咱譬如讲，我伫甲是大人讲这个政策，啊，咱会讨论，咱可能会冤家，但是我就爱当做伊是我的同学，伊嘛爱甲我当做我是个同辈，咱安尼。迄个讨论才有法度成立，就是咱爱对等的去讲任何的物件。啊，第二点是，我感觉爱避免极端化发生。就是即马足侪媒体，譬如讲咱即马咧讲啊 YouTube 也是迄个抖音即款物件，拢会造成极端化的现象发生。但是我感觉讲，咱就是爱较勇敢去用即款工具啊，避免即个极端化的发生，是咱即马譬如讲咱。在乎正件代志，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卖互，譬如讲少年啊，也是一寡人，占据了即寡所在，啊，甲这个所台湾变做足极端的这个。啊，你若面对有较激烈的这种言论的时阵，你尤其是网络顶头，你要做啥物对待？你是要甲检举，还是讲卖插伊就好，还是安怎？就是咱就是爱出来讲话。因为我感觉足侪，就是讲咱认为对的代志，可能咱有小块唔对的所在，但是爱勇敢去讲。因为足侪人，包括我，拢会感觉讲啊，即个人讲啊笑的共款，啊无爱去讲话，但是这就会造成讲一寡极端言论。啊，甲达文的意思是差不多哦，伊是实际上爱付出行动，爱去讲话，啊，你认为在网络顶头爱发表家己的言论，来甲讲，我认为唔是安尼。是，就是对顶，对顶，啊，爱用即个工具，啊，勇敢的去讲出来你的意见，唔通互即个极端言论占据。哦，啊，特技呢？我感觉大家伫讨论这个代志进前，阮也有一个认知，就是阮所有人住伫这个都市面顶，阮都是命运共同体。所以其实重点是，阮要安怎好好生活，毋是讲阮要安怎冤家冤赢，这是第一个重点。所以面对着甲家己政治的立场无共款的人的时阵，其实你爱好好去听讲，伊到底是咧想啥。毋是讲，我想的拢对，伊讲的拢毋对，这毋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是，你爱了解伊是安尼想，伊的利益伫倒位，啊，毋过我的利益伫倒位，所以我甲你想的无共款，安尼就是正常，咱互相尊重，这是民主社会上重要的代志，对。差不多是安尼。小尾还佫有差不多6-7分钟吼，每一个人互恁差不多分半吼，互恁来讲吼。这一次的选举应该是你人生当中吼记忆上深刻的啊，甲应该是吧？吼，还是讲还佫有记忆佫较深刻的选举，我毋知吼。你希望适当了后的选举当中，总统候选人应该优先提出什么政见？少年人的政见吗？还是国防的政见？还是两岸呢？有个人认为讲无咯，上重要就是国家安全啊，两岸政策要排优先，国防政策要排优先。啊，无咯，少年人才是国家的根本。无到时阵咱咧超高龄社会，恁了一个人爱排5个老大人，有人是安尼想。你上后尾你讲吼这。比恁年岁较大，或者是讲比恁年岁较细，因可能适当了后投票权哦。你来建议讲，大家来注重什么？但是我还是，我这个人吼，较选择困难啦，但是一定要拣一个对无？一定要拣一个。你不要讲你什么拢袂，对啊，袂当讲什么拢袂。迄政治的这个宣传毋是安尼做的。我认为吼，这要有一个完整的，就是讲为
国防两化啊，为什么中国为什么国际这个路线是打安尼的路线？因为对咱的生活，对少年人的生活等等，可能有啥物影响？所以，譬如讲，因为咱的产业，咱即马踮即个美中的即个国际即个情势之下，所以咱选择啥物款的外交的路线，选择即个外交的路线，和资金安尼会当安全等等，安尼的经济结果会当安那？来造成、来提升咱，譬如讲少年人啊，不只是少年人，咱台湾的生活的品质，即个经济咱讲成长的即个结果，会当安那来分配？我感觉讲这会当是一个完整的，就是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哦，你讲的嘛是完全拢白呢，吼。但是爱有一个等于一个讲法，有一个做法，家己故事讲好完全，讲好完全的。但是大项都要讲着。嘿，对，我认为是安尼。哦，啊，口音呢？我感觉上重要的是伫咧财政顶悬，就是讲，你若是今日要发放什么津贴，还是社会福利，恁拢爱讲得清楚，伊个税务的来源，安尼较实在，无。福利是一方难收的，所以讲，上重要毋是4年后因要提出啥物代志，搁较重要的是因即世会当做啥物代志，会当做啥物改变。税收爱讲个清楚。所以他拄仔你讲袂清楚，是因讲无清楚，所以你记无清楚，是即个意思。你讲，迄是我甲爸爸开讲的话题啊，但是你毋是讲爱注重这。伫咧即个总统选举的时阵，我感觉即3位候选人其实拢无讲了足清楚。拢无讲了清楚。我希望这是未来使改变的方向。爱呼吁大家来注重，来。我感觉这4年来，我感觉若这4年啊，我感觉讲保护民主的即个体制，啊，保护民主的即个生活方式，是我上重要的迄个投票的。意向啊，另外一个是，当然这4年内底，我嘛希望讲，我嘛是逐项拢袂啦，但就是分配即件代志会使做甲较好，就是少年的即个世代不正义的即个物件，咱爱重视伊，啊，才有法度讲，甲少年人的票找转来。但是你即个世代不正义内面。对，敢有讲你优先爱处理的代志？你家己认为优先爱处理的代志？譬如讲，你著爱买厝。我感觉厝无论是厝价还是厝税，拢是爱处理的物件。就是这是咱痛苦的来源。所以，但是另外一方面啊，我嘛想要讲一件代志，就是好歹是比较出来的。咱作为一个少年啊，咱应该知影，譬如讲以前人是安怎过生活。国外的人是安怎过生活？这是好歹应该甲比较，安尼才有较公正啊。对咱的执政党，也是对民进党嘛好，嘛是对咱执政的县市嘛好，咱就是爱较公正去看待即寡政策。这就是他拄仔杂文讲的，就是讲你对公共政策爱参与、爱理解、爱去找资料，爱斟酌，这嘛是共款啦，所以。不管少年人的支持啥，拢是爱大家爱开时间爱去了解啦。大家。我其实有一个希望是讲，咱3个大党3个大党拢会当伫两方的关系面顶有一个较明确的态度啦。因为其实一个事实就是，近年这中国的军事的威胁是愈来愈悬，所以其实伫即个问题有法度，3个大党拢有一致的即个。态度进前，咱其实足歹伫内政面顶做足理性的讨论，因为这个代志伤过重要的，这是生存的问题，所以大家拢会甲这个当作是一个生存上重要的问题来做一个投票的意向。毋过，所以就定这个问题会互咱的内政无法度好好有人去解决，好好两边的这个讨论来解决，因为大家拢甲这个选择放一个，咱到底是要独立统一，还是讲，咱的军事的提悬，还是降价这种代志面顶，因为其实咱无法度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咱有一个
即个邻居伫边啊，伊就规工就是想要飞飞电机来，因为这是一个上大的问题啦。其实这对咱的国家的生存，我希望讲，若是三个大党拢有一个足明确的态度，来对咱的未来内政的问题解决是最有帮助的。特别你的意思是，我听看嘛，你意思是讲，你三党你都莫用这个弯啊，大家了有共识，有这个共识了后，才会好啊处理内政。对。啊，有这个先后秩序吗？还是讲爱动作？因为我看这个问题，我搁差10年嘛，差袂完。嘛是啦，其实是真正最困难的啦。不过就是讲，因为若真正有战情发生，这是对生存